莲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现在我们第2章来跟各位大家分享，分享，这是往生论著里面的往生论著。往生论是印度天亲菩萨，是一个大成就者，他讲的理论叫往生论。后来我们传到中国来了，那有我们谭鸾大师，因为知道那个内容太精彩了。 但是一般人呢，没有那么高超的智慧，没有办法完全去体会它的内容，所以因此他批注了，他就是把它注解，把它变成比较浅白化，浅白，让大家能够看得懂，大家能够体会到。那么这个叫往生论著，是我们谭鸾大师。你看，在南北朝的时候，皇帝都称呼他是谭鸾菩萨。 你想想看，他是多么的崇高，连皇帝都这么的尊敬，所以我们就知道他讲的话是让我们很幸福了我绝对相信我们也能够顺从他。那么他讲这段话说：“有凡夫人烦恼成就，我们的凡夫这种众生是烦恼成就的，是不是？” 人家是道业成就，我们是烦恼成就的。什么烦恼成就？我们太多了，太多烦恼，不停的这种层出不穷、无穷无尽，好像包山包海。我们的烦恼永远不能断除。我们是因为烦恼成就的，这个不需要怀疑的。你看，我们今天烦恼，明天有没有烦恼啊？ 有，明天还有烦恼，后天有没有烦恼？你看1个月以后还是会有烦恼。面对很多问题，因为我们众生的心性习性很重，看不开放不下，知道吗？贪求执着，一旦执着，一旦贪求，你烦恼就永远没有办法远离呀。你要把它切断就很困难。我们众生的习性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对象。 所以，我们是烦恼成就的凡夫众生，但是易得生彼净土，仍然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这种凡夫众生，每天烦恼不断的对象，既然你念佛就可以往生到西方净土，哎呀，三界细业毕竟不迁呐，三界内的所有你所做的、所造的罪业。 你所跟你绑住的，跟你紧紧的跟随你，如影随形的这样，因为你犯的、你做的恶因，一定有恶报啊！这个恶报就是你的业障，你一业障就跟着你一起，你走到哪里就跟在哪里，你下一辈子再转世，他也跟着你，你2世、3世、4世、5世，他照样跟着你。因果一旦成熟了，是没有办法跳开。 因果果报是不能代替，虽然时间还没有到，有的是第2世报、第3世报、第5世报，有的是未来报。所以，我们这个三界里面的这种被绑住的这一种罪业，毕竟不迁。我们一旦往生净土，它终究它不会给你牵扯，不会带着走。只要你到了西方，这些业障就怎么样一刀两断的。 自然就远离了，自然就切断了。所以三界里面我们被他绑住了这些罪业无量无边的这种贪嗔痴的这种业障，毕竟就不迁了，终究最后绝对不会跟你牵扯不会牵扯，你也不会带到那边去，不会，则是不断烦恼。这个是因为我们不断烦恼的涅槃分呢。 焉可思议！像这种烦恼的罪恶众生你不断烦恼，你没有把烦恼清除干净，没有把内心的污垢没有把它扫除干净，得涅槃分，到了极乐世界以后，你就涅槃就不生不灭，就是有成佛的那个条件，你就进入这个成佛的资格。你看，焉可思议！怎么去可以？你。 是我们哪里一般人可以去想象的、可以思考的、还去研究的问题呢？难以想象。你看，
所以说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所以只要你肯念佛，烦恼众生照样往生西方，所有的业障就不会跟你牵扯了，你也不会跟你纠缠。而且你看，这种不断烦恼就可以得到成就，得到成佛的果报，这怎么可以思议呢？哪里是让我们人能够想象得到呢？让我们的智慧去猜测出来呢？没有办法去判断。所以佛的慈悲，佛的愿力，佛对众生的关怀，不是我们能够体会千万分之一，我们都没办法理解，没办法理解。所以佛的这种功德威力连菩萨都没办法猜测，更何况是我们凡夫众生，各位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了解到，原来你看谭鸾大师把这个天亲菩萨讲的众生人人都，只要你肯念佛，虽然你是一个业障很深重的人，是一个烦恼所成就的人就是整个就彻头彻尾全部都是业障的这种对象，你念佛照样能够往生。为什么？因为佛就是靠佛的愿力，佛的慈悲救度力我们才有机会。所以我们才有机会。一旦到了西方，你虽然不断烦恼，但是照样能够成佛。得涅槃就是成佛，不生不灭的境界。你有这样一个条件，这个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想象的。所以各位，这一章太好听了，各位给我们罪恶的凡夫带来希望。我们人人不要放弃自己佛都不放弃你了，我永远就要救度你。虽然你业障很重，虽然你烦恼很深，但是我照样救度你我们听了这个法是难遭难遇的大法呀，是生死大法呀。原来佛这么慈悲，想尽一切办法，就成就了这个名号，让我们这种烦恼的众生，人人都有希望，人人都有将来。我们太感恩阿弥陀佛了，太感恩阿弥陀佛。不然的话，我们生生世世就轮转不停了，一直轮一直轮回，一直轮回，一直转着不停。所以今天我们学佛太幸福了，是一个大吉祥的人。很感谢大家，阿弥陀佛。